今天我們討論的是天竺葵精油。科目：牻牛兒科。萃取部分：葉片和莖。萃取方式：蒸汽蒸餾法。精油資料：天竺葵精油來自芬芳清遠的植物頂端，新鮮切下來進行蒸餾。香氣：天竺葵精油的氣味主要和萃取的天竺葵品種有關，此外有和莖葉的年齡有關。天竺葵精油多半聚集在年輕的嫩枝切碎後，會從檸檬般的玫瑰香氣轉為更具玫瑰氣味的香氣。蒸餾時如果捨棄較為老的枝葉，就能取出更接近玫瑰的氣味。主要產地：法屬留尼旺島、馬達加斯加島、南非、埃及、中國。療癒屬性：止痛、抗細菌、抗抑鬱、抗感染、消炎、抗菌、消毒、收斂劑、激勵循環止血劑、安神、修復身體、解痙攣、激勵全身、強健身體、協助外傷愈合。對應症狀：婦科疾病、經痛、受孕困難、子宮內膜異位症、經前症候群、各種更年期症狀、循環問題、靜脈曲張、痔瘡、神經痛、神經性皮膚病、憂鬱、情緒危機、壓力相關症狀。禁忌：沒有。我個人對天竺葵的功能評分為9分，滿分10分。謝謝觀看，敬請關注。